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阿門。請坐。我喺度問，即係喺我哋在座當中，有幾多人係嚟加拿大多過35年嘅？即係而家我見到有4、5、6隻手嚇，我哋同坐一條船嚇。因為我今次嚟加拿大35年，第一次嚟咧都4年啦，4年幾5年啦，咁啊加埋都成40年啦。我記得我第一次嚟咧就即係認識加拿大，當然嗰時嘅加拿大同今日好唔同啦。舉個例我去溫哥華住嘅時候，35年前，啲老人家同我講：哎呀，加拿大好安全㗎。點安全啊？哎呀，夜晚瞓覺咧，即係個道門鎖都冇乜問題㗎。你而家聽住我，側起隻耳係咪？冇問題㗎，我哋喺度住咗咁耐咧，即係好安全嘅。而家咧，你鎖咗道門咧，都唔安全啦，係咪？即係鎖住道門，可能啲人都 break in 即係個社會變咗好多。除咗咁樣之外咧，即係我哋呢度咧有啲人以前喺加拿大安全部門嘅警察部做嘅嚇。咁即係加拿大嗰個嘅整個民風，整個嗰個即係思想生活形態咧，係隨住即係整個北美洲所謂後現代文化嘅改變咧，係有極大嘅即係不同。我想講嘅係我喺35年前嚟嘅時候咧，每一年過聖誕節啊、復活節咧，我都好留意即係加拿大嘅傳媒journal 點樣去講呢個節日。咁每一年讀咧係每一年都好覺得係好frustrated 嘅，即係好令人即係挫敗嘅，因為傳媒訪問嘅即係宗教領袖大部分咧都講即係譬如聖誕節，即係耶穌都唔一定係12月25號出世嘅。咁呢個都唔係最重要，呢個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講到復活節嘅時候，耶穌冇復活咧，大部分人都話冇嘅，只係一個即係紀念，即係或者如果你識得聽咧，就係佢哋追究即係2000幾年前，即係啲門徒見到耶穌復活係一個心理嘅狀態嚟嘅啫。係一個第一代對耶穌嘅信心嘅一個表達。咁講咧，就可能你當中有啲人聽第一次，如果你第一次聽咧，咁可能嚇親你都唔定，係咪？即係我想話你聽，嗰陣時我係牧師嚟㗎啦。咁但係話點解個社會係咁樣樣咧？一個教會係咁樣樣咧？其實即係如果你今日喺出去社會喺傳媒喺所有嘅文化裏面咧，能夠尊重同埋仍然確認，即係基督教即係呢一個聖經所講嘅復活嘅耶穌咧，係非常之少嘅。相反嚟講，即係好耐啦，即係啲人話，問年輕一代咧，你信唔信即係聖誕節耶穌出世啊？佢話我唔知邊個叫耶穌。咁你信唔信即係聖誕老人咧？我哋信聖誕老人嘅。呢個世界喺歷史上有聖誕老人嘅，即係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啦，即係我即係偶然即係讀好多啲嘅消息傳媒嘅轉述都係咁樣去講。我想講嘅係我哋嘅社會，即係一早咧，我已經都話俾自己聽，加拿大雖然曾經係一個基督教嘅國家，但係今日咧，時至今日嚟講咧，即係佢唔再係基督教嘅。即係佢有基督教，但係佢唔係一個基督教嘅國家。我哋通常咧就叫做後基督教時代，即係好多人都唔信嘅，都唔信嘅。咁所以咧，聖誕節復活節咧變咗係節日嘅慶祝，就多過一個宗教，即係去紀念耶穌嘅出世或者係復活。今日呢段嘅聖經咧，我想用咁嘅處境幫大家去
反省下當時耶穌面對嘅處境係乜嘢。第35、第36節我再讀一次俾大家聽。耶穌話：從死裏復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為他們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樣。既是復活的人，就為上帝的兒子。嗱，路加福音咧係要記得咧係寫出嚟嘅時候，個對象個閱讀人咧，即係個所謂即係第一代嘅收信人，唔係基督徒嚟嘅。佢係寫俾羅馬背景、未信基督教，不過聽到有啲人信基督教，咁個有咩關係咧？因為喺佢統管嘅社會裏邊、城市裏邊、地方嘅裏邊咧，有啲叫做基督徒嘅人咧喺度聚集敬拜嗰個咧，佢哋稱為復活嘅耶穌。路加係即係喺四福音裏邊係好清晰嘅，比起其他嘅福音書裏邊嘅一個極大嘅不同，就係佢寫俾未信主羅馬背景嘅人，想介紹咧一方面耶穌基督嘅福音，但係另外亦都有同樣嘅重要性咧，就想話俾羅馬政府聽，即係呢一個福音咧係一個上帝即係拯救人，以致到佢係一個善良嘅宗教嚟嘅，佢唔係一個即係邪靈啊、拜偶像啊，或者導致即係社會混亂嘅。咁所以咧，你讀呢一個嘅路加福音同使徒行傳咧，佢都係從呢一個咁樣嘅背景嚟到去同嗰啲未信嘅統領嘅人羅馬人咧嚟到去介紹耶穌係邊一個。咁所以咧，即係當佢講耶穌嘅出嚟傳道嘅一生嘅時候咧，去到第20章咧，就係一個去到一個所謂叫臨界點。個臨界點就係點咧？即係耶穌已經到耶路撒冷啦。耶穌亦都係預備知道嚟緊嘅日子咧，佢要為呢個拯救嘅緣故咧，佢被審、被釘死喺十字架。嗱，所有嘢講就好容易嗰幾句，講到嗰幾句，但係其實嗰個係一個，如果今日你站喺耶穌基督嘅處境嘅時候，係一個非常之嚴峻嘅情況。因為一方面你要知道你會死喺十字架上，第二你會知道所有嘅人，包括曾經即係跟隨你嘅人咧，都喺瞬息間係轉為咧係攻擊你，同埋咧係嚟到去針對你嘅。嗰個問題嘅核心係最簡單嚟講，就係耶穌究竟係邊個？你是誰？嗱，呢個咧就係歷史裏邊不斷即係一個爭持嘅題目嚟噶嘛。今日而家呢個世界如果有機會討論耶穌，大家都去問緊耶穌係邊個？能夠去問咧已經好好啦。呢個世界而家好多人根本連問都唔問啦，係嘛？即係耶穌同我有咩關係咧？咁樣嗱，呢個你是誰喺第路加福音裏邊20章咧，係因為有4個層次嘅出現。第一就係你有乜嘢嘅宗教嘅權柄，能夠講解所謂上帝嘅道同埋拯救呢個嘅講解咧，係喺當時耶穌嘅時代裏邊，同喺猶太教嗰啲拉比啊、法利賽人啊、大祭司所講，佢哋所認識喺舊約聖經裏邊上帝嗰個拯救咧，耶穌所講出嚟係同佢哋完全咧係唔同嘅。於是即係耶穌面對嘅唔信上帝嘅人，就算加埋信上帝嘅人，佢哋嘅講法同耶穌嘅講法係完全唔同。即係話耶穌唔贊成或者唔同意或者否定佢哋嘅講法，佢哋嘅講法唔係一個上帝真正嘅啟示，所以啲人就開始質疑啦。你憑乜嘢屬靈嘅權柄嚟到站喺呢個位嚟到去講你嘅嘢咧？第二就係
點樣去？當你出嚟作為一個宗教領袖嘅時候，你點樣去處理同羅馬統治者呢個政治嘅關係嗱？即係好多人以為宗教咧係同政治係無關嘅，咁呢個係一個錯誤嘅睇法嚟嘅。如果你好小心讀聖經，又有人幫你好讀聖經咧，聖經裏邊係有唔少嘅篇幅係講及，即係舊約唔使講添啦，因為有以色列國啦。到到新約，就算耶穌嘅生命裏面都涉及啲人，因為你喺嗰度生活啊嘛，你喺度俾羅馬人統治啊嘛，你每日嘅生活你要交稅啊嘛，或者搞一個唔合理嘅稅啊嘛，所有嘅嘢可能你係二等公民等等，咁我點樣去做一個神嘅選民喺當日嚟到去生活咧？所以喺20章裏面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今日唔會講嘅，就係我哋應唔應該納稅俾凱撒咧？呢個係好政治性嘅。第三，如果你係嗰位即係彌賽亞，如果你係嗰位拯救者，你同大衛，即係呢個猶太人裏邊好重視，因為佢哋深信咧嗰個彌賽亞嚟自大衛嘅後裔。你同大衛嘅關係係點樣連結？嗱，當然啦，耶穌基督係猶太人，佢嘅家譜咧係追到去大衛嘅。咁就要去質詢，即係你係唔係嗰個紅褲子出身正統嘅人可以代表猶太人講嘢？第四就係今日我哋讀呢個嘅聖經啦。個第四個問題就係有啲嘅即係宗教人士咧，佢哋叫做撒都該人，佢哋就問究竟如果有一個情況，一個女子佢咧係嫁俾7個即係相關嘅佢嘅家庭嘅人，到復活嘅時候，佢究竟佢屬於邊一個男人？呢一個咧係關乎復活永恆嘅問題。所以喺整個福音路加福音20章裏邊有4個範疇，第一個係宗教嘅問題，第二個係政治嘅問題，第二個係傳統嘅問題，最後咧係關於永恆人死以後個狀況係乜嘢？嗱，如果你咁樣去讀呢段即係呢個章路加福音嘅時候，你發覺係作者想話俾你聽咩咧？耶穌喺當時係一啲都唔輕省去面對四周嘅攻擊嘅，喺佢未掛上十字架之前，嗰個核心係講緊究竟耶穌係邊個？耶穌是誰？我唔知道，即係喺你信主嘅日子裏邊，你有冇行過咁嘅路？我喺70年代咧，讀大專大學嘅時候，嗰個正係即係喺香港就係即係喺中國文化大革命嗰個年代嚟嘅。我哋返學咧就學校咧就即係學生會咧係全部係政治即係人物嚟嘅，全部都係中國大陸嘅人統戰。即係入嚟大學裏邊，咁有好多即係思想嘅會啊、鬥爭嘅會啊、文教嘅會啊發生。我唔知道你知唔知我講乜嘢？即係講緊你係咪同我同一個年代啦？嗰個年代裏邊係動盪嘅，係非常之動盪。於是，我喺嗰個年代裏邊咧，就經歷過一個好深刻嘅即係體驗，就係教我哋嘅導師咧，佢哋都係喺大專嘅即係教書嘅人啦，即係唔好講到係教授啦，即係佢哋未去到嗰個層次，比較後生嘅。但係佢哋都鑽研頭先我哋講嗰啲個問題。於是我想講嘅喺嗰個年代裏面，佢哋係企出嚟，包括喺一啲嘅聚會啊、集會啊，去辯論基督教同共產主義嘅分別。我哋點樣睇中國近代史？我哋點樣去話？如果我係一個中國人，我係一個中國基督徒，我究竟點樣去嚟到去辯證啊？基督教信仰係一個即係我哋相信嘅真理。嗱，我想講嘅係我哋嗰個年代火紅火綠咧，有一啲嘅基督徒係用心係嚟到去委身。
去讀書去研讀，而且跟住我要講嘅係佢哋要行出喺個大學嘅 campus 裏邊，係同所有嘅人對話。即係話我哋做基督徒唔係淨係閂埋門啊，即係喺個禮拜堂裏邊，我哋係面對一個學術界啊，當然會有好多人嘅衝擊啦，係咪？你點知聖經係上帝嘅話語呢啲咁嘅問題？以前係喺我哋嘅學生年代已經咧係非常之熱烈去討論，所以咧嗰個年代裏邊嗰個年紀咧，我已經去學緊點樣去做護教嘅，點樣去做護教。嗱，我想講嘅係，其實呢一個係我哋做基督徒嘅生活裏邊，今日也是要面對嘅。個問題係我哋有冇去面對啫？或者我哋閂埋門唔理啦。咁於是咧，我哋就睇下今日耶穌點樣去面對呢一個關於復活嘅問題。呢個問題咧，你聽咗之後，我唔知你有幾多認同感啦？你覺得嗰啲嘢切唔切身啦？同你有冇關係啦？嗱，喺嗰個年代裏邊咧，係一個幾滑稽嘅情況嘅。嗱，我哋要知道咧，喺猶太教裏邊唔係得一個聲音，又唔係得一個睇法，唔係得一個傳統。其實喺猶太教裏邊咧，係有相當複雜，唔同嘅人講緊唔同嘅嘢，佢哋彼此之間嘅講嘢都唔同嘅。我可唔可以用個例啦？即係加拿大政府裏邊幾時係一個聲音咧？對美國加稅可能比較齊啲，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對所有嘅嘢，即係咩你無論咩政黨，佢哋反對黨，佢哋都係有唔同嘅聲音噶嘛。就算係自由派或者保守派，裏邊嘅人其實都係有唔同嘅睇法嘅喎。係睇下你知唔知嘅啫喎，喺局外人。我想講嘅猶太教喺當時其實都係咁嘅情況。於是就有一批人叫做撒都該人啦，佢哋就提問一個即係幾荒謬嘅一個嘅提問嚟嘅，因為撒都該人佢哋自己嘅傳統咧，佢哋係唔信有復活嘅。嗱，呢個好重要啦。喺猶太人裏邊，唔係所有人都信有復活嘅。咁呢個Pharisee 呢個嘅法利賽人咧，就相信係有復活嘅。嗱，咁我哋法利賽人我哋聽好多啦，但係撒都該人我哋會聽得少嘅。但係佢哋係基本上第一唔相信有復活，第二佢唔相信有天使嘅。咁於是咧，佢哋係嚟到耶穌嘅面前，去問一個關於復活嘅問題。嗱，即係你又唔信啦，但係我唔信啫。即係耶穌你信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去追問一個復活後嘅問題。嗱，咁基本上可以好簡單嘅。咁你咪問咯，復活係點㗎？過後即係嗰個永生係乜嘢？你可以就咁問嘅。但係佢唔係咁問喎，佢係點問㗎？佢係設計咗一個問題。呢個問題好絕㗎喎。佢哋都相信呢個嘅舊約嘅摩西律法嘅。佢哋我哋講幾句，佢嗰個嘅本源嘅起手嗰個祖師啊，即係第 number one 啊。即係第一個，佢哋都係着重摩西律法嘅。不過佢哋就引用摩西律法嘅一個嘅極端嘅情況，就喺婚姻裏邊，在地上，如果即係有一個人去娶咗個女子為妻，咁佢就死咗，佢又冇留後，咁都唔係絕喎。個絕嘅地方係連續7個都死咗。我哋中國人咧，如果一讀到呢度，可能即刻有個思想嚟啦。哇！呢個女人係咪即係唔係好祝福啊？好邪啊！佢嫁邊個就死邊個咁樣啊！即係你可以走入嗰條線去討論嘅。
撒都該人咧就唔係想講呢樣嘢，唔係針對嗰個女人。佢而家佢針對嘅就係死咗，即係嫁7次咁，究竟到永生咧一齊復活啦？佢屬於邊個嘅咧？話呢個即係唔係一個好絕嘅問題。第一，即係喺現實裏邊有冇咁嘅事先？呢個係假設嚟嘅啫喎。咁呢個假設咧係做到最足嘅功夫嘅。咁問完之後咧，我哋香港人咪叫好中意講咩？叫做咩？坐低就剝花生啦，即係睇下你點答。講得唔好聽啊，睇下你點死，睇下你點樣講，即係大家都歪嘴咁樣笑，你講乜啊？嗱，喺呢度我哋就要解釋一下乜嘢係撒都該人。我哋從舊約嘅聖經裏邊咧可以揾到嘅，就係舊約以西結書40章46節裏邊係咁樣講嘅：那朝北的房子是為看守祭壇的祭司，這些祭司是利未人中撒督的子孫。再講一次，是利未人中撒督的子孫，近前來侍奉耶和華的。嗱，呢次聖經裏面就講得好清楚，有個人叫做撒督，佢就被譽為係撒都該人嘅先祖，即係有啲似咩呢？今日你講猶太人嘅先祖係邊個啊？亞伯拉罕啊！你唔好搞，即係呢個記住咯。下次我再問你，你唔好唔詐定唔記得喎。猶太人嘅先祖係亞伯拉罕啊嘛，佢係 number one，即係佢第一個出嚟噶嘛。我唔知中國人係邊個啦嚇，即係呢個對唔住，即係我都唔係好搞得好清楚啊。有唔同嘅歷史講唔同嘅嘢嚇，但係喺猶太人裏面好清楚啦，撒督係撒都該人嘅先祖。而第二樣嘢咧就係原來佢哋係嚟自所謂祭司嘅傳統啊，即係佢第一個係祭司啊嘛，佢祭司以後嘅仔咧應該全部都係祭司嚟嘅喎。嗱，結果佢有冇做唔知啦，即係佢係一個祭司嘅傳統，因此呢一個嘅傳統咧係依歸摩西五經呢個咧就聽得明嘅，因為所有祭司都係來自摩西五經嘅傳統同權柄啊嘛。不過仲要加多一樣嘢，就係自然主義。佢哋係相信自然主義嘅，因此佢哋唔相信有復活，唔相信有永生，佢哋唔相信死後仍然有存在嘅。嗱，因為咁樣樣咧，佢就同即係猶太人裏邊嘅法利賽人咧，就係非常之嘅對立啦。頭先我哋讀嗰個聖經裏邊，你讀到最後嗰兩節，好似冇讀到嗰兩節，咁咧就話嗰啲嘅文士咧，聽完耶穌即係咁樣樣去嚟到去辯護同埋對答呢啲撒都該人嗰啲嘅文士啊，非常之高興，因為咧佢覺得耶穌咧係將佢嘅對手咧完全即係擊倒嘅。嗱，呢一個嘅思想體系咧，即係如果用現代人睇咧，頭先我一開始同大家講過，係好多嘢緊，有佢對而家嘅所有自由派嘅主張咧係好接近嘅。第一，佢唔相信有神蹟，所有聖經嘅神蹟咧，佢都係用另外一個解法。譬如我讀中學嘅時候咧，聽過個教師同我解嗰個五餅二魚餵飽3500人啊，係因為佢感動晒所有人都喺佢嘅口袋裏邊拎晒啲嘢出嚟，咁啊大家都夠食啦。我嗰時做學生咧就點解咁解嘅原來？不過後來做咗神學之後就明白點解有啲人會咁樣解法，因為佢唔相信有神蹟，所以自然包括耶穌嘅復活，佢唔相信。於是佢嘅主張係即係而家都係一樣嘅，
強調咁啊，過聖誕節啊，過復活節係做咩啊？即係珍惜人嘅真善美咯，珍惜愛心啦，呢啲係呢啲即係放諸四海皆準噶嘛。呢個唔係淨係基督教講呢啲樣嘢噶嘛，佛教啊，其他所有宗教都講同樣嘅嘢㗎，咪淨係基督教講咩？咁所以咧，你唔知你有冇聽過一啲嘅宗教領袖啊，包括我嚟初嚟呢度嘅教區嘅主教，直情覺得即係宗教係殊途同歸嘅。你有冇聽過啊？冇嚇親你啊？當時又冇嚇親我嘅，不過嚇傻咗我啫嚇。佢係相信殊途同歸。咁我問咗佢一個問題啊，即係當眾成班人，我話咁我哋點解要傳福音啊？殊途同歸嘛，佢信佛教你唔應該搞佢噶，佢信道教你又唔應該搞佢，佢信印度教你唔應該搞佢噶。大致我可以咁答你嘅，係答唔到我呢個問題。咁但係又唔可以唔答喎，因為再咁樣搞落去咧，即係聖公會啦嚇嘅包括基督教就越嚟越少人啊嘛。有好多嘢咧講就易，但係要將成個體系去辯護咧，係一啲都唔容易嘅。我即係能夠咁樣話俾你聽。耶穌點樣去回答咧？耶穌回答嘅時候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就係去先講清楚復活係乜嘢嘢。第二咧，佢就去回答喺舊約，即係係佢以前嘅，即係上帝啟示嘅年代，以色列人裏邊咧，佢對呢個舊約係點睇嘅？嗱，咁我哋咧首先咧就睇第一樣嘢，復活係乜嘢？嗱，我唔知道你作為一個基督徒咧，你可能當然你一定知道耶穌係復活啦，你相信，但係其實你有幾多資料係聖經係話俾你聽，將來死後嗰個復活嘅狀態世界，同埋嗰個永恆裏邊係點樣生活嘅？有幾多人好清楚㗎？冇人舉手啦。我隻手真係問嘅啫，我唔係代表我好清楚，因為聖經唔係即係唔個重點，只係俾我哋有一個盼望同埋個信心。佢冇絕大嘅篇幅係討論即係死後嘅嘢嘅，佢反為係着重係我哋仍然在地上作為一個基督徒咧，係我哋點樣生活同埋作見證。咁無論如何點樣好咧，喺呢一處耶穌係有解答一樣嘢。第一樣嘢就係地上嘅婚姻家庭嘅設立喺天上並不再存在。嗱，我哋即係睇電視咧，成日都如果係講婚姻啊嗰啲sexuality嘅嘢咧，都同成日都有句嘢出現嘅婚姻嘅誓言咧，就只係維繫於大家一齊夫婦二人嘅即係嘅一齊嘅相處嘅生活。然之後咧，就直到死嘅 until the death， 直到即係有一個人或者兩個人死亡，嗰個婚姻嘅關係咧就會被結束啦。於是嗱，呢個係如果你第一次聽咁，你即係要好地聽啦。即係如果我哋證婚，即係好清楚嘅嗰個婚姻關係咧，係維係到即係我哋離世。咁當然你話我離世，我仍然好掛念、好愛我自己嘅即係嘅spouse， 即係以前嘅 spouse 係可以嘅，梗係可以。不過嗰個誓言即係唔可以有第三者啊，或者係另外一個婚姻關係咧，嗰樣嘢喺個誓言其實就結束㗎啦。咁所以有啲人佢嘅 spouse 離世，佢再婚係可以嘅，呢個係合聖經嘅睇法，呢個合上帝嘅睇法嘅。所以嗰個婚姻嘅關係在地上固然之重要嘅，因為我哋一齊嚟到過我哋嘅生活，我哋委身，而喺裏邊咧，亦都因為咁樣，我哋會有兒女、有親人、有父母。咁呢一個嘅關係裏邊，在地上係重要嘅，但係去到天上嘅時候，
呢個關係就完結㗎啦，就完結㗎啦。第二樣嘢，即係耶穌講嘅，在天上係只有復活相信基督嘅人，佢哋嘅生命係得以更新同埋賜予新生命。呢個嘅講法其實就針對緊撒都該人，因為佢哋係點話？佢哋係唔相信有復活噶嘛。耶穌想講嘅係咩咧？佢即係想指出，我哋人死，即係相信基督嘅人，因而復活。呢個當然，如果要講嗰個復活形態，就要睇下嗰個哥林多前書第15章，今日唔喺度講啦。嗰度係全面去講嗰個復活以後嗰個生命係點樣樣嘅一個信念啦。但係咧，耶穌喺呢度想講嘅係嗰個係另外一個世界，或者係一個轉入一個更永恆嘅世界。呢個世界裏邊咧係基於嗰個嘅相信耶穌之後，生命被改變，被聖靈改變嘅一個永恆嘅存在嘅。呢個存在咧係同上帝建立咗一個即係父親同兒子或者女兒永恆關係嘅一個親密性，同地上社會組織係唔同嘅，係轉變成為另外一個嘅角度嘅。呢個係耶穌第二樣嘢講。第三樣嘢，復活嘅人嘅生命係不朽，不會再有死亡，永恆不會被朽壞。咁喺呢個講法裏邊，就即係話想話俾我哋聽，唔會再有死亡，唔會再有眼淚，唔會再有罪，唔會再有痛苦，係一個永恆與上帝同在嘅狀態。呢個咧就係聖經講得好清楚嘅。嗱，呢個咧就相對於喺我哋譬如中國人文化裏邊，即係常常都講一個説話：人生就即係死咗就如燈滅啊嘛，聽過啦係咪？即係好似阿燈咁熄咗咁啊冇喎。基督教唔係講呢樣嘢，基督教係冇熄咗，有熄咗呢樣嘢，但係轉入一個審判同埋永恆嘅。佢唔係嗰個生命就完全係結束，亦都唔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進入輪迴啊！聽過啦係咪？電影都好多做㗎，你睇嘅時候你小心睇啦，唔好睇下就信咗嗰套嘢啦。因為你生前即係做得好，咁投胎到一個有錢人嘅屋企，我都唔知點解有錢人一定好啦嚇。但係咧，即係如果你做壞人，咁你就變一隻豬啊，係咪？變一隻狗啊，而家啲狗好似珍貴嘅嗰個輪迴啊嘛。咁聽過啦，係咪？好多人信過喎，電影好多人係講宣傳呢一套嘢嘅喎，基督教唔係講呢樣嘢，佢係講我哋每一個人在地上嘅生命，我哋要負責，所以我哋要面對審判。審判就係一個 accountable time， 即係一個你要對自己所有嘢負責。你點樣活過？你點樣講過？你點樣做過？然之後你點樣去面對你嘅罪？然之後要講緊面對你嘅拯救，然之後轉入一個永恆嘅生命。同頭先我哋講嘅嘢全部唔同嘅。第四，喺呢個關係裏邊復活之後係被稱為上帝嘅兒女。呢個關係咧係一個尊貴嘅身份，係一個榮耀嘅象徵。咁所以咧，耶穌就話啦：你哋就好似天使一樣。嗱，嗰句嘢未完㗎，come on，然之後就像上帝嘅兒女 ，the Son of God， 係意思即係我們像天使一樣的一樣的如同嘅被尊貴喺上帝嘅眼中。即係你嘅存在唔係只係茄喱啡，唔係只係
其中有一員，你係每一個係上帝所愛、所尊貴佢嘅兒女，係耶穌基督用寶血買贖救贖我哋嘅。咁於是呢個不朽嘅身體咧，如果要再參詳咧，有機會去讀講咧，就係耶穌嘅復活，佢嘅即係啲人就見到嘅，即係見證到佢嘅嗰個基督嘅復活嘅身體，就係我哋明日我哋每一個人信神嘅人復活嘅身體一樣。耶穌係第一個初熟嘅果子，佢就成為一個即係 demo 啊，即係成為一個話俾我聽，我哋將會係點樣？你要知道，我哋將來係點？你要去認識耶穌喺佢復活期嘅時候，佢所表達嘅生命。好啦，呢個就係耶穌講有關於所有嘅復活嚟到去，即係回答咗呢個嘅撒都該人，係嗰批唔相信有復活嘅人。咁啊，然之後最後咧，耶穌就去講下嗱，佢哋嘅權柄，佢哋嘅嗰個依賴係舊約啊嘛，佢係祭司嘅後代啊嘛，佢哋係即係相信摩西啊嘛。咁於是耶穌就引用一段嘅聖經，係關於當摩西上帝呼召佢去見佢嘅時候，見到一個嘅異象，就係火燒嘅荊棘，嗰個荊棘又唔會燒爛嘅，上帝喺當中顯現。嗱，呢個咧最重要嗰樣嘢唔係個顯現，係上帝講乜嘢？上帝話：我係亞伯拉罕嘅上帝，我係以撒嘅上帝，我係雅各嘅上帝。嗱，你就咁讀咧，就你唔小心讀咧，你唔明白裏面嗰個內容係好豐富嘅。第一，上帝係超越歷史嘅，佢唔係淨係一代嘅上帝。雅各即係呢個嘅以撒啊，即係亞伯拉罕，佢係你歷代嘅人嘅上帝，即係佢係超越歷史。佢係創造歷史嘅上帝。第二咧，佢係想指出亞伯拉罕到以撒同埋雅各都係因信上帝嘅緣故，係佢哋等待喺佢哋離世以後有一日，正如喺馬太福音裏邊，當耶穌死嘅時候就講聖殿嘅幔子裂開，所有墳墓嘅人係走出嚟，嗰個意思係講緊所有信上帝嘅人，憑信心都係等緊嗰個一刻，就係耶穌成就救恩嗰一刻，佢哋因此得贖，佢哋因此復活。於是耶穌想講咩咧？佢想講喺舊約裏邊其實已經開始講緊呢個復活，不過唔係好清晰。直到佢嚟到呢個世界去表達佢就係嗰個復活嘅主嘅時候，就成為歷史嘅核心。印證咗咩咧？上帝唔係一個時代嘅上帝，唔係某一啲人嘅上帝，係歷史嘅上帝，佢創造歷史創造世界。佢係嗰個永活嘅上帝，賜俾佢嘅子民有永活嘅生命。耶穌引用舊約聖經嘅時候，係想話俾撒都該人聽，嗱，你咁熟聖經，你咁熟舊約，你咁依賴舊約，你點樣讀呢段聖經？你點樣解呢段聖經？以至到點解你唔相信復活？呢個係耶穌嘅做法，從而去話我嘅復活係來自舊約嘅啟示。因此喺結論嘅結束嘅時候，我會話信仰唔係淨係一個講緊個人嘅感受，係一個人嘅體驗。呢個係Sigmund Freud咧成日去批評基督教嘅，係一啲心智不成熟嘅人對依賴一個所謂上帝嚟到做人嘅啫。佢大咗佢就唔使噶啦。呢個係弗洛伊德講嘅。但係聖經嘅見證就係上帝係歷史性、普世性，係永恆性嘅。佢係可以被挑戰，就正如耶穌喺呢一刻裏邊係可以被挑戰嘅，以至到耶穌係
係復活嘅主，因此佢帶來俾我哋嘅祝福有復活，以致到我哋同所有其他嘅宗教信仰係不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分別，以致到佢講婚姻家庭嘅時候，佢係好清楚指出個婚姻家庭係在地上嘅，係需要嘅。並且咧，即係有個嘅德國神學家話喺嗰度去表達啊，上帝係一個三位一體嘅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裏邊嘅關係，一個好深切嘅關係，就係一個夫婦之間嘅關係，家庭嘅關係。喺嗰度去表達上帝是什麼。耶穌基督雖然咁重要嘅在地上，不過佢話當我哋離開呢個世界復活嘅時候，喺天上呢一個咁樣嘅家庭制度就會放低啦。所以有時咧，我都望下我太太好愛我太太，我太太又好似我急住嚟咁論盡好多嘢，因為佢冇同我一齊嚟。咁好多嘢佢幫我，我就自己一個人要做，咁好掛住佢咧，佢要一個人幫下我。不過有時我喺度諗，喺復活嘅時候，我見到佢佢唔可以再話你係我老婆，我做嘢唔係啦。我哋每個人都係上帝嘅兒女，以至到喺呢個上帝嘅兒女裏邊，係建立起上帝與佢每個人嘅關係，成為我哋嘅團契。但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